拿去花吧。好，谢谢。小少爷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见你爷爷呀？你们是什么人呀？这打扮看不出来吗？山大王，要想活命，把钱留下。英雄，要钱真没有，要命就一条。那就拿命来！站住！流氓啊！站住！翰林大学士顾县城，是顾大人。顾大人，你们认识我爷爷？马壮士，以赤胆忠心保护少主，兄弟大伙敬你！来，干！其实我保护小少爷，不是因为什么赤胆忠心，只是怕老爷变成厉鬼来找我。小少爷，你是忠良之后，我边哥绝不会为难你。其实，我们弟兄几个也是忠义之士。那你们怎么当土匪了呢？哎，小少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哥几个以前都是在朝廷里当差的，因为得罪了阉狗魏忠贤的党羽，被罢官流放。为了生活，不得已才当起了土匪，拦路劫道。那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吧？有什么办法啊？为了表示心意，我愿意把我们攒下来的一点银子拿出来，孝敬二位当盘缠。拿去花吧。好，谢谢。客官，您看喜欢哪把？这几把都一般。哦，我还有一把震天宝剑。小二，过来帮忙。哎，好嘞。慢点。您。客官，您看这把剑，不但可以防身，还可以辟邪。好剑。敢问这把剑叫什么剑？客官，这是我削梨用的水果刀。客官，您挑了这么多把剑，不知道你要买哪把剑呢？我想选呀。哎呀，你又用什么剑？你买剑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越是功夫不够，越要行头来凑，让人一看就像个大侠，要不然就被人欺负。干嘛？小少爷，你看你这衣服太难看了，脏的呀，都破了。我等会儿出去看看，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，帮你买一身，换上。忠孝两全，这4个字你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，爷爷，我去玩了。哎，不行，要把这4个字
再练10遍才可以出去。啊？怎么还练10遍呀？我昨天不是练了吗？怎么还练呀？那你昨天吃过饭，今天为什么还要吃饭？因为我饿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个练字读书必须要专心。爷爷，我好想让你再抓着我的手，教我写字。如果你还能教我读书写字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话，认真学习，绝不再惹你生气了。爷爷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客官，这是本店专酿的竹叶青，来一壶尝尝吧。我只喝自己带的酒。哎，等一下啊！见过这2个人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没事。究竟是谁？长安茶店不见不散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小少爷，看看野菜蘑菇汤，快来趁热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饿晕了吧？快！我不饿，我想爷爷。哎呀，天哪，熏死我了！你这么小年纪，要经历这么多生死离别，确实难为你了。孩子，不想这些了啊！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喝了它啊！你这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看这边，看到了吗？我刚刚采的野菜蘑菇汤，快喝！我不吃野菜汤，我要吃烧鸡烧鸭。还有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啊？我要住客栈。小少爷，那个鸟人在到处追杀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在这儿大吃大喝，到处招摇，要被人发现，那不送死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烧鸡烧鸭。我爷爷说过，人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缺什么，才会想吃什么。我就要吃好吃的。歪理邪说，想吃什么就说明肚子里缺什么呀？那狗吃屎，肚子里缺屎啊？鸟吃虫，肚子里缺虫啊？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了，我不理你了。行了，小少爷，实在不行忍一忍，克服一下啊！没那么多钱，吃好的喝好的。那些好土匪不是给了我们好多钱吗？那钱得省着花呀！你真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袁崇焕大将军啊？奇怪了，这么好喝的汤，难道你就不诱惑吗？你看，我一直想喝了，我保证你喝了还想再喝。干什么呀你啊？浪费，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！是不是呛到了？没呛着，你煮的汤太难喝了。胡说八道，绝对是胡说八道，肯定是胡说八道。我煮的汤怎么会难喝呢？你尝尝啊！我是想让你先喝，我再……那行。